詩篇第82篇。亞薩的詩。神站在有權力者的會中，在諸神中行審判，說：你們審判不秉公義、徇惡人的情面，要到幾時呢？西拉。你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申冤，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，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，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。你們仍不知道，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來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搖動了。我曾說，你們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兒子。然而你們要死，與世人一樣，要附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神啊，求你起來，審判世界，因為你要得萬邦為業。